中山街坊注意啦！2025年最值得期待嘅樓盤，遠洋天柱2期殺到嚟！遠洋第4代住宅係咩概念？簡單嚟講，高實用率、高贈送，睇下就知係咩概念啦。講真，呢度嘅戶型豪到冇朋友，116平方變140平方，冇錯。開發商送足20%嘅面積，仲有3米嘅層高，企直都唔撞頭，阿爺跳舞都夠晒位。華為智能系統一鍵控全屋，聲控開單、關窗簾、懶人福音，直頭係科技宅嘅終極夢想。園林就似安曼酒店，真係有料。下沉式水池搭配露營大草坪，落樓就有度假嘅 feel， 仲有1000平方會所、coffee shop、私宴廳、高爾夫球練習室。喂，直頭係將5星級酒店搬返屋企啊！最緊要呢度引車到離譜，深中通道一個月就到深圳。遠洋天柱2期住得豪，玩得爽，慳得勁。今次唔買，下次就要同深圳客搶啦！